最近睇咗着 Prada 的惡魔2，我想用個人感情同埋個人經歷呢一個視角嚟講呢部電影，因為我一直從事 marketing 嘅工作，仲要係一線 luxury 嘅知名品牌嘅 marketing， 正就係呢一套戲入邊講嘅客戶角色，亦即係咧 Emily 喺惡魔2呢套戲入邊嘅位置。20年前嘅惡魔1我有睇，20年後嘅惡魔2我都係一上映就去睇啦。20年過去啦。對照一下我嘅工作生涯，真係好有感觸，亦都好有啟發。正就係我哋呢一個頻道嘅心聲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時日過就會水落石出，歲月沒有虧待你同我，而且好溫柔。咁先講20年前睇惡魔1嘅時候，嗰陣時我啱啱出嚟做嘢冇耐，覺得套戲好繽紛好靚，每一個鏡頭都係享受。覺得梅麗史翠普好有型啦，雖然佢好冷漠、好高壓、好無情、好刻薄、好 mean 同埋好得人驚，但係又非常欣賞佢對美啊同埋對細節嘅執着。嗰個年代流行一句諺語 ：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， 即係魔鬼在細節。每一個做 marketing 嘅人都會奉為金科玉律，所以喺惡魔1裏邊 ，Miranda 對於一條皮帶嘅執着。對一個鏡頭嘅堅持，嗰番偉論真係睇到我如痴如醉。嗰個年代啲上司老闆都當自己係好似皇帝咁，就算3更半夜叫你做嘢，都好似奉旨嘅，你都唔敢唔做。幫佢掛衫沖咖啡已經係好小事，仲要成日俾佢鬧，俾佢串到懷疑人生。唔好話紐約啊，就算喺香港啲時尚雜誌都真係好大牌，無論對客戶對下屬都好唔留情面。套戲其實好真實。當年初出茅廬嘅我，睇見 Andy 咁樣俾人糟質法，連名都唔記得，只係知道佢係 One of the Emily。雖然我當時嘅處境咧冇咁惡劣，但係都覺得好難頂。而最後 Andy 見到阿 Miranda 為咗保住自己個位而出賣跟咗佢好多年、終身耿耿嘅 Nigel，Andy 就毅然辭職，唔想再為呢啲咁卑鄙嘅人做嘢。佢選擇做返自己喜歡嘅記者工作，華麗嘅衣服、美酒佳肴，從來都唔係佢杯茶。佢好樂意過返平凡人嘅生活，做心安理得嘅事。男朋友係普通人，朋友都係普通人，唔係隨便可以買到名牌手袋嗰種普通人。當年睇完惡魔1嘅時候，覺得世界充滿希望，有好多選擇，人各有志，道不同不相為謀。Andy 可以繼續好清高咁樣做記者，寫優質嘅新聞稿，報導事實，生活簡單而有意義。而阿 Miranda 咧，亦都可以繼續為所欲為，權傾朝野，受所有人嘅膜拜，享受時尚女王嘅榮耀。20年過咗去，嚟到惡魔2，主要係寫 Miranda 同埋 Andy 點樣被時代巨輪嘅碾壓，最終成為一個時代嘅絕響。即係講得通俗啲，點樣撲街？首先講 Andy， 雖然佢嘅記者生涯非常成功，佢報道嘅新聞亦都獲業界嘅肯定，係個出名同埋獲獎無數嘅記者。但係諷刺嘅係，就係喺佢領獎嗰一刻，收到佢間報館被收購嘅消息，解散全部人員，即係佢面臨失業，要再揾嘢做。但係20年後嘅今日，記者呢個職業已經冇乜嘢工作機會㗎啦。隨着報章雜誌呢啲傳統媒體嘅式微，加上智能手機嘅劃時代影響，而家人人都可以做媒體。一部手機可以影相，可以拍片，邊度有事發生，即刻就有人傳到社交平台，一定快過記者到場啦。所以社會對於記者嘅需求一定大幅減少。Andy 揾唔到嘢做，輾轉經過熟人嘅介紹，佢返去 Runway， 一個佢曾經好厭惡嘅地方，但為勢所逼，亦都冇辦法做返 Miranda 嘅助手，做返 One of the Emily。而 Miranda 亦都唔好過，曾經叱咤風雲嘅佢，都要面對演算法啊、短視頻啊同埋紙媒衰落嘅困境。佢嗰度挑剔到近乎吹毛求疵嘅要求，對細節嘅執着，對品味嘅追求，喺今日顯得好不合時宜。而且而家所有嘅財團都唔會再考慮靚唔靚啊，有冇品味啊，一味追求快靚正同埋最大利益。
仲邊有老闆會再聽呢位阿毛日日喺度嘈嘈閉啊？尤其係富二代嘅老闆，個個都行高科技路線，對於前朝遺老一定唔會善待，所以就會處處糟質阿 Miranda。例如要佢去 staff canteen 開會，喂大佬啊 ，Miranda 成世人都未去過 staff canteen 㗎，就連喺第幾樓都唔知。呢個劇情個安排就係要突顯佢有幾咁唔合時宜。因為而家啲後生嘅老闆成日都想營造親民嘅形象，會同員工一齊喺 canteen 食飯，而且對於唔揾錢嘅部門，一般都會被 cut budget，所以 Miranda 出差搭飛機就會由商務艙downgrade到坐經濟艙，出去見客以前可以企得好硬，2板就2板，而家客戶至上，買2板送2板都要。呢啲劇情都係想講 Miranda 嘅女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。影片結尾就係透過 Miranda 同埋 Andy 嘅力挽狂瀾，雖然保得住 run rate， 但係佢兩個心知肚明，大勢已去。Miranda 最後講出，其實我哋而家只係 Titanic 旁邊嘅一塊浮木， Titanic 已經沉咗啦，我哋只係喺呢塊浮木上面繼續掙扎，不過好快亦都會沉。睇完惡魔1嘅時候呢，我覺得好有希望。但係睇完惡魔2呢，我成個人都好灰好 down，因為今次我完全睇唔到出路。無論 Miranda、Andy 都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，過唔到自己想過嘅生活，而且幾乎冇得選擇，因為唔會再有人 care 你好唔好。而家啲人呢，淨係識得用流量嚟到決定一切，就算好核突、好低品味。其實我覺得 Miranda 好慘，因為佢奉獻一生嘅事業，放棄家庭，放棄所有成就嘅事業，到頭嚟變成咗被人唾棄嘅事情。佢信奉多年嘅對細節嘅追求，對品味嘅堅持，而家聽嚟真係一個笑話。套戲真係好真實。諗翻多年以前，我喺中環返工嗰陣時，啲辦公室規定一定要着襪頭嘅皮鞋，唔可以着露腳趾嘅涼鞋，唔好話講拖鞋啊。而 Casual Friday 都一定係要 Smart Casual，唔可以着牛仔褲。呢啲規矩放喺今日顯得毫無意義。就算你咁樣做，其他人都只會當你係怪胎，唔會再有人欣賞你嘅 decent。而 Andy 就更慘，佢辛辛苦苦經營嘅文字工作喺而家更加冇市場。你篇文章寫得再好，報道再詳盡，喺現今世代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人哋一張圖講晒，有圖有真相，根本唔會再有人睇文字。佢哋兩個幾乎冇任何出路同市場需求，所以我話點解我好灰呢？因為以前只要你努力，社會係多元嘅，你一定揾到立身之地。而家呢，淨係得返拍片、影相，同一班嘩眾取寵嘅 KOL 鬥，亞醜一啲都會乞食。唔好再講話咩網絡霸凌啊、網絡 hater 嘅攻擊啦。講下，其實我覺得 Nigel 先至係最後贏家。佢由始至終都冇偏離航道。Art Director 呢個位令佢做得安安心心、舒舒服服，避免權力嘅鬥爭。年年呢都有份去巴黎、羅馬，日日做住賞心悅目嘅工作。所以當初 Miranda 出賣 Nigel， 對 Nigel 嚟講，未嘗唔係一份祝福。Nigel 雖然睇穿咗 Miranda 嘅冷酷無情，但係到最後都堅持留低，因為佢哋兩個惺惺相惜，大家都知道對方嘅孤獨同埋對完美嘅追求，所以20年過去啦，被辜負嘅一直都活得好好，可以繼續每日好風騷咁樣對住啲靚人靚衫，依然可以保持一種優雅嘅姿態，做嘅嘢呢亦都對得住自己嘅品味同埋靈魂。所以我經常都講，歲月沒有虧待你和我，而且好溫柔。